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啊，又到 Happy Friday 啊，心情即刻興奮晒，腳步都輕快咗。Happy Friday 個個都爭住去邊啊？梗係爭住個羅湖上嚟深圳鬆一鬆啦。大家睇呢邊啦，羅湖商業城，哇！佢哋下呢層真係嚟咗個大變身，而家光猛晒，多咗好多新食肆。我估佢真係見到蓮塘嗰邊嘅美食廣場搞得咁成功，所以即刻跟風啦。呢個競爭對我哋嚟講係好事，多啲選擇啊嘛。不過佢之後點樣，真係要睇住先。好啦，今日唔係淨係為咗食嘢，我約咗幾個朋友嚟一個地方。呢個地方真係我哋呢個年紀最需要去 relax 嘅。你睇下，呢個就係目的地，大中華環球金融中心喺邊啊？咪就係羅湖火車站一出，香格里拉酒店對面，行過嚟呢，慢慢行都係5分鐘嘅啫，連的士都唔使搭。超級方便嘅，佢係新落成嘅，成棟樓外牆都係玻璃，好新淨，新嘢始終有翻咁上下，質素保證。我哋今次入去行下睇有咩食，我哋好多兄弟姊妹，一到週末真係習慣咗北上，始終香港生活壓力大咧，上嚟食餐飯，按個摩行個街，鬆弛一下荷包同埋身心，真係好重要。新開嘅仲招緊租嘅，右手邊咧就係酒店，咁啊左手邊咧就係住宅。出邊就好多地產經理，有興趣嘅都可以問下。38蚊，60分鐘觸底加埋邊頸，頭30分鐘免小費。咁之後嗰30分鐘收幾多呢？而地下呢一層呢，就最主要都係啲輕食，有麵包鋪、電話鋪、趙記糖水呢間甜品都唔錯㗎。咁啊眼鏡鋪都有，地下仲有賣衫嘅，駱駝牌。至於 B 一層而家仲裝修緊，未正式開，不過之後會好方便咯。B 一層咧可以直接連接深圳地鐵1號線羅湖站同9號線人民南站，無論深港兩邊嘅居民定遊客過嚟都好快。而且 B 一樓會打造成深港生活美食集，有會員超市、深港同網紅美食，目標就係做口岸區最有人氣嘅美食天地。而 L2層樓上呢，其實就更加生活化啲，主要係做餐飲、玩樂同埋潮流零售為主。一上到嚟，你會見到有啲比較新式嘅項目，例如坐椅啊、透療呢啲，翻工翻到好攰，過嚟放鬆下。另外仲有夾公仔機，可以同朋友一齊嚟玩下，唔係淨係食嘢咁簡單。仲有髮型屋、飲品店，剪完頭髮坐低飲杯嘢，女仔會比較中意嘅，又會有 facial、美容相關嘅店，做完 treatment 再行下街，一個下晝其實好快就過。無論係自己過嚟，同朋友、情侶，甚至一家人嚟，都會揾到啱自己嘅嘢做。咁啊 L3層開始呢，成個感覺就轉咗啦。咁主要就係餐廳同按摩為主。你行上嚟會見到，其實仲有唔少鋪頭係裝修緊，有啲餐廳門口已經貼咗招聘，感覺到呢一層其實仲喺發展中。之後應該會越嚟越熱鬧。而且餐廳類型都幾多元化，唔係得1、2間嘅，啱晒食完飯再按下摩，或者按完再食嘢。咁今次就食呢間合悅潮汕牛肉火鍋，主打即切牛肉，傳統潮汕路線。如果你中意清湯，食牛肉原味啊，呢種就好啱你。而且呢啲火鍋店咧，好啱幾個朋友一齊嚟，慢慢食慢慢傾，唔趕時間。成個商場其實就好明顯係向住食嘢放鬆社交呢個方向去發展。如果之後全部鋪頭開晒，我相信呢度夜晚應該會幾熱鬧。食完飯再行下，按下摩，或者同朋友聚下，都係一個唔錯嘅地方。咁食完嘢，如果你而家諗緊係即刻返香港好，定係留多陣喺深圳好呢？其實呢度就啱晒啦，因為呢度有一間按摩店，24小時營業，仲可以過夜。就算夜晚先嚟都完全冇問題。而且而家係新開張，正做緊優惠啦。可以行過嚟望下個價目牌，都有齊按摩、美容、水頭療，基本上都有齊晒。晚上好，歡迎光臨。跟住我哋就行入去啦。一入門口就有職員招呼，同佢哋攞個手牌。而喺大堂位置呢，就見到有一個嘢飲櫃，入邊有唔同款嘅飲品，仲有生果。因為呢度係全新開張，所以你會見到成個地方都好新淨。地下牆身櫃位都好企理，係偏向新式舒服嗰種。後我哋就入去南賓部，先沖涼再換衫。啲設施全部都好新，毛巾、拖鞋、locker 都好乾淨，用起上嚟都放心。同埋仲有汗蒸房，
換好衫之後就行翻出嚟啦。頭先順便問個職員啦，原來成個地方接近3萬尺，所以行起上嚟真係幾大下，唔會覺得逼。你可以見到成個空間都係木皮裝修為主，配埋啲中國風元素，整體個感覺係偏向溫暖放鬆嗰種。而按腳大堂呢邊都有幾排凳位，就算幾個朋友一齊嚟坐埋一齊按腳都冇問題，氣氛都幾輕鬆。再行入少少呢度呢，仲有一個餐飲區，係有自助餐食嘅，而且係唔使另外俾錢嘅。晚餐時段係5點30分至7點30分，宵夜時段就係10點30分至12點。如果你係夜晚先嚟按摩，按完再食個宵夜，其實幾舒服。當然啦，如果你想食其他嘅嘢嘅，呢度都有餐牌可以點啦，嗰啲就需要另外收費，選擇都算多啊。除咗可以喺大廳一齊按腳之外，呢度其實仲有獨立按腳房啦，有1人房、2人房，甚至6人按腳房都有，好啱一班朋友或者家庭一齊嚟嘅。而按摩房方面呢，由1人房去到4人房都齊晒。另外仲有個休閒區，頭先我問過經理，原來呢度仲有 K 房，可以唱 K， 真係可以由早玩到夜。至於最重要嘅嚟按摩，當然就係睇師傅手勢啦。我自己都試過佢哋嘅按身同按腳，感覺都唔錯，手勢係到位，唔係隨便按嗰種。整體嚟講，無論你係想放鬆、想食下嘢，定係同朋友聚下，呢度都算係一個唔錯嘅選擇，慢慢享受嘅地方。呢啲地方其實都係自己試過先會介紹。如果你都想揾個地方真係放鬆下，嚟睇下就知係咪啱你。